啦，我哋演藝人協會咧就嚟到啦基督教女青年會邱助榮中學同大家見面啦。第7場嘅 School Tour 咧揭開序幕啦。藉住我哋演藝人協會啦，咁啊可以多啲同所有嘅同學仔可以接觸下啦。有挑戰係唔緊要嘅，大家手牽手一齊行咧就可以面對好多嘢。多咗啲運動啊，跑步嗰啲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減壓方法。夾 band 或者打波咪傾下偈，即係講下笑咁樣，咁就將啲壓力抒發晒出嚟咁樣樣。讀書時期可能最有壓力嘅係喺追女仔方面。以下那項有權形容為打敗99.9% 嘅中學生？都用少少數據啦。DSE 嚟講咧，一般嚟講係每一年咧攞5星星嘅咧，大約係即係1%。呢個數據上嘅分析咧係冇意思嘅，我話俾大家聽。點解啊？因為咧呢一句説話喺邊度流行啊？喺 Fred 度流行啊嘛。我哋從來都唔係講緊數據，99.9% 嘅中學生我哋唔使計數嘅，因為我哋講緊嘅係個意境啊，係個感覺啊。係咪好玩先？咁你哋已經贏咗99.9% 嘅學生㗎。我話俾你聽，你哋今晚翻去出呢一個 Fred 演藝人協會嚟咗呢個學校表演，打敗99.9% 中學生，由學收就會留言，好唔好？尋找過生死無味。我問我天空海闊任鳥飛，天邊海角被困死，暴雨一消失，顏色怎麼傳起？只想去為你，用時光機器，人人能照住時間生死。